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在今暗时起价，庙方也遵照防疫限制人数。不过，新港在地医生说烦恼讲人数无多管控。高雄市政团队伫凤山行政中心举办音乐会，韩国路的支持者也拢穿白衫去到现场，韩国路也发表惜别的谈话。文化部特别推出艺放管理措施，会当使用全台湾1万外间艺文类型店家。讲到世界有名的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在今暗时会起价，庙方配合防疫，除了进行800外人的路名登记以外，未来若准备来遮接驾的店头，拢爱控制伫10人左右，平安餐也全部改做是饭包。德南宫的副董事长地明坤也表示讲，希望正人着配合管制。大甲妈祖最后会自驾伫新港奉天宫，不过新港在地医生却认为讲，要进香的决定伤过匆忙，人数管控的问题恐怕是真困难。顶仔卡的人排队是排甲落长，信众举进香的旗啊，就是为着要对大甲妈做伙示警。大甲妈示警11暗时起价，今年要求信众爱徛名登记，人数管控伫咧800个人以下。信众是愿意配合防疫，不过也是有淡薄无方便。因为长辈不会弄电脑啊，叫爸妈不会弄电脑，不是吗？大家都在上班，人少拢减十做去咧。疫情解禁了后，大甲妈示警，正做头一场大型的宗教活动。虽然离出发还阁有一段时间，未少信众是提早去参拜。庙方嘛要求爱挂喙安，而且爱用高一个路线来出入。也若演过是提供规定的菜互信众家己卡，即卖会改做阿爸底。退就行，拜托哟。人家来吃的比较方便，不要挤在一起。工作人员唔敢大意，除了避免人潮徛伤晚，食的物件嘛要求爱看挂。因希望甲防疫做好胶层。也若疫情解禁了后，大甲妈就随起价要示警。真侪排单的业者讲，因为时间真凶狂。真侪信众袂赴准备，按算甲永年示警参加的人来比，可能会减3成。不过总算是看到人潮佫倒转来，估计暗时起价的时阵人会上侪。也若副董事长地明坤表示，做伙示警的店头甲信众已经做好人数的管控。招测的名单都在我的手上，都拿进来了，在我们的总务处这边统一的管理。现在我们实名制已经设在我们的庙的顺天路跟这个蒋公路入口啊，到那边去登记。地明坤表示，用一天发800顶帽仔的方式来控管人数，嘛建议沿途的信众就地参拜。不过中途要加入的人是为各地方来的，要管理确实无简单。新港在地医师认为讲，活动决定了真凶狂，烦恼措施无法度做甲真完整。有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的时候，应该还是要坐下来，好好来考虑必须面对的风险。未少信众讲，示警的时间宣布了伤迫。敢若会当有闲的时阵尽量参加。庙方这边嘛提醒信众，若是中途要参加，嘛要甲自我健康管理做好，沿途唔通弄脚卡，人甲人嘛唔通伤客。希望会当平安完成9天8暝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在今宣布讲，要另外推出艺放券，每份是600块，要发行200万份，予台湾民众去买。而且这200万份会当使用伫超过1万间艺文类型的店家，以及着博物馆、演艺厅、册店以及着电影院一寡所在。手机下载 App 并且完成认证，就会当得到600块的电子票券。点选想要消费店家，就会当抵用金额。文化部长利用着亲自展示如何使用即将要伫7月2日中昼12点上线的艺放券。只要有身份证的国民，也是居留证的外籍配偶、新住民，拢会当领。也不过限量200万份。是不是很公平？我坦白讲，这里面当然有很不公平啊。因为有的人可以抢到，有人可以抢不到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嘛，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了。伫3月券之外，增加艺放券，都是爱民众听艺文。会当用伫全台超过1万间的艺文类型产业店家，拢总有4大类，包括艺文电影场馆、册店唱片行、电影院甲艺文电影有购票券。有剧团真期待，也认为发放全面的3倍券，要用伫艺文消费，会当讲无可能。不可能啦，这是 impossible， 就是那个夜市都用不完了，哪有可能分到？所以这样的东西可以补足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会变成一个起死回生的作用。也不过，册店并无包括网络册店。文化部表示，疫情期间受冲击的大多数拢是实体店面。另外，无手机的人，也是无啥会晓操作智慧手机的中者。部长利用着表示，伫艺放券推行了后，评估敢是以专案来发予这个族群。到底12亿的艺放券，有计会当创造50亿以上的产值。
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外国人来到台湾，拢爱去鼎泰丰排队食物件，之前也去到美国开分店。不过，正煞伫官方网站顶头宣布讲，美国头一间分店特别收起来。有专家也分析讲，美国3月到5月，因的餐饮服务业整体营收落42%，恐怕是疫情是主要原因。您好，现在鼎泰丰有推出水饺冷冻礼盒。伫咧防疫期间，台湾鼎泰丰换来像冷冻食品的市场，细装包水饺都会当配送到厝。就是疫情爆发之后，我的确是减少了很多外食的机会，就像是我以前可能去咖啡厅，下午就坐着工作还是干嘛，可是我现在完全不会去。对疫情发生以来，真侪民众减少伫外口食物件，冲击到餐饮服务业。鼎泰丰表示，今年1月份到4月份，来客人数减少3成，营收受到冲击。即马个团处伫咧美国加州阿凯迪亚分店关门。顶一则庆祝鼎泰丰伫咧美国营业20周年，想袂到美国的头一间分店，就伫咧人民册官方口做大广告，宣布讲要关门。美国分店表示，主要是受到景气的影响，佮加上4档前新开的一间分店，离旧店车抓超2-3分钟。在美国的整体营业环境市场，大概平均下降的幅度会在今年的3月到5月的统计，大概是下降了42%。餐饮业没办法营业啊，固定还是要付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房租跟它的人事费用。另外，贸学者认为讲，除了受到疫情冲击以外，其实美国各州都出现发中国的气氛，真侪华人餐厅去用抵制。美国鼎泰丰只不过是其中一间尔。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出来消费。第二种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反中嘛，那鼎泰丰又是等于说是亚洲的嘛，亚洲的企业，等于是他们反对的对象，所以当然他们就不消费了嘛，跟 Chinatown 一样嘛。台湾鼎泰丰表示，对疫情渐渐转好，台湾分店的营收会当大大恢复。若是美国分店，算是家族经营，目前也有12间分店，营运状况拢真正常。若是全球其他的加盟店，采用品牌代理的经营方式，虽无嘛有受到疫情影响，毋过目前无传出分店关门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石垣市日前要甲钓鱼台改名，却引起争议。宜兰县议会在今透早通过临时动议案，建议宜兰县政府甲钓鱼台改名做头城钓鱼台，以捍卫管辖权。有29名议员附议，县政府也表示讲，目前正在研究讲要安怎办理。前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提案，要甲钓鱼台行政地区的名拄丁野城改做丁野城占据，伊个日子表决引起各界抗议，因为钓鱼台这座岛目前规划伫咧宜兰县头城镇的辖区，为着保卫管辖权，宜兰县议员蔡文义早起伫咧议会提案，要甲钓鱼台改名做头城钓鱼台，得到29个县议员附议，嘛像伫咧石垣市进前通过改名案。我们可以说。把这个钓鱼台这个孩子今天找回来了，把他冠了复姓因为他原本就是头城的领土。未来我们渔民可以在海上更确保自己的这个权益。宜兰县政府表示，钓鱼台这座岛总共有5个小岛，伫咧地政系统内底算是5个地段。钓鱼台算是头城镇钓鱼台段的地号，虽无有钓鱼台的名，毋过因为无设户籍，所以无钓鱼台的户籍资料。毋过地图的标示地名目前是钓鱼台，若是改名，地图才改做头城钓鱼台。在收到议会的这个函文之后，我们会来启动依照法令来做相关的一个研议在我们检视完了之后，我们也会依规定来函报中央来做相关的一些核定的一个动作。县政府表示，钓鱼台土地登记的所有权人是中华民国，土地登记的日期是民国93年1月29，地号是宜兰县头城镇钓鱼台段。若是要改名，要报请内政部许可。若是面对改名的代志，立法议长游锡堃强调讲，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但是东亚的和平真重要，尤其是台日双方共同面对中共真大的威胁。针对领土甲主权的争议，应该暂时放一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高雄市长韩国瑜最后一天上班的日子，市政团队也伫凤山行政中心外口的草坡举办音乐会，支持者也拢穿白衫来参加。韩国瑜也发表惜别的谈话，结束高雄市长536天的日记。谢谢，谢谢。
看到大卡18000外支持者来现场相挺，高雄市长韩国瑜开喙就是一直说多谢，毋过嘛替市府团队抱不平，认为讲因做牛做马，民调煞掉车尾。这1年多来，我们团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比从前更好，但是杂志民调的排名永远掉车尾。我很清楚，这些都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帮我这个团队讨一个公道。韩国瑜外头向所有局处的首长今日说多谢了后，佮摕手巾出来拭目屎，向民众表示，其实这几天因为议长柯坤元过身了后所引起的风波，心情无遐多平静，批评即卖政局真正是乱七八糟。仇恨以及党同伐异所培养出来的民意、民主，到底是民主还是野兽？韩国瑜表示，伊也是真关心高雄，未接受任何职务，也是加入去其他团队的拍摄。演说了后，现场大家一直拍扑啊，佮甲伊慰留的声音。音乐会上尾以一首感恩的心来甲所有人告示。若是这场音乐会当中，副市长李树川嘛表示，伫咧这500外日子内底，伊无对不起高雄市民。我太太告诉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感谢90几万的高雄市民。还给他一先生，你们不要，他要。这场告别音乐会早起就少连续有民众来现场，大部分拢参照韩国瑜所呼吁的穿白衫来。高雄市规工日头拢真热，支持者举雨伞四中小天，嘛有街头艺人扮作爱心，伫咧面画目屎表示支持。毋过搁较济毋敢嘛是爱告别。韩国瑜拄2018年12月25就职典礼到今年的6月11，担任高雄市长总共536天。拄当初是互大家毋敢相信的选到高雄市长，落尾去互93万外票罢免落台。无论伊的评价啥款，将规尾卖伫历史上留下伊的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市长补选的问题，日前有风声讲国民党甲民众党有机会合作，就会推出候选人。不过国民党在今表示，一定会家己派人出来选。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说是无甲话大真假，对合作保持开放的态度。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是严重影响到南洋的气氛，而且到底要补选啊，党内到当也未找到适合的人选，也有南北合作的声音出现。民众党立委蔡壁如表示，合作的条件是共同选出无党籍的人选。那郭文德是认为什么都有可能。我们没有说一定跟谁合作，一定不跟谁合作，我们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想这个会整个台湾将来的发展会比较好啊。好的人选，大家觉得 OK， 大家都可以共同支持啊。所以不管是你是国民党、民进党什么党，因为这个补选嘛，它是时间相当短，所以我们能够作业的也相对时间都压缩了哈。那所以我们会保持最大的一个弹性跟空间，来找到最适合的人选。国民党表示，一定会家己提出人选，而且无一定是国民党籍或者是无党籍。人选出来了后，欢迎其他的在野党做伙合作。不过南北也未合作，南洋党内意见早就无共款。台湾民众党打的主意是说要拉走蓝军的支持者的话，那这样的合作对国民党来说是一种掏空。两个党主席都没见过面，怎么会有互信呢？我期待看你接下来一招的揭开这个一党独大政党的真面目，或许这样子蓝白才有合作的空间。郭文德找集伫咧人面前批评民进党，讲因真出来伫咧点名打击甲家己徛无共边的人。而且采购媒体的第二行销，还佫有分转斗3工。也若南洋是甲焦点放伫咧郭文德2014年台北市长的选举，捌和民进党合作，认为伊上了解民进党，会当做政治史上的污点证人，公开民进党的手段，嘛互2020高雄市长的补选，敢会转做南北合作，成做大家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南铁基路地下化工程，在今日透早6点外，甲边仔有古迹争议的厂家旧厝全部拆掉。厂家的后代表示，英国苗栗大埔征收案也是有司法认定才拆掉的，真只有一心裁决就甲阮拆掉，百姓感觉真无奈。伫咧前锋路1号的厂家旧厝，敢若用10分外钟就全部拆掉。厂家的人徛伫边仔做伙茉莉口。3月15号要停，结果3月
在早起6点外，代替铁路地下化工程作业执行强制调度，了解人不满。南铁官司干到1审判决，2审上诉当中，铁道局都要硬贴。苗栗大埔案，他有上诉3次，3次定谳之后，他才强拆。那我们这一次才1次而已。很痛心，今天政府是以强拆来回应人民，完全漠视各种事实证明。基座拆迁的涨价主体原本已经去年5月份拆掉，不过因为涨价内底有一个估价提报高值抓来暂停。今年3月份第2届要拆，佮因为厝主提出诉讼抓来暂停。不过前一天下晡，涨价铁票处已经断水断电，拆的作业是一定要做。拆除的时间有跟市政府做一些协调，以最干扰道路交通，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是按照这个原来时间进行。的诉讼上以及监察院的这个检举上，事实上也都证明了市府方面是对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放下彼此的这个尖锐对立的状况，共同为大台南大多数的这个民众的福祉，绝大多数的民众的福祉而努力。台南市铁路地下化工程沿线基座拆迁的住户原本有6户，分别是东区4户甲北区2户，即马拆掉1户，还佫有5户。中港处会佫另外找时间拆掉，因为这个地点原本是铁路地下化上早规划要拆的所在，不过因为反对南铁东线自救会的抗议，转来延一档，再去进行拆除，嘛叫铁道局当作是突破的重大进度之一。记者综合报道。中法官要针对1万名高风险族群进行武汉肺炎疫情抗体调查，对象也包括医护人员、确诊个案、加接触者以及着在家检疫者等等5大种类。伊个目的就是要查讲体内敢有抗体，未来也会当得做先主预防射的对象。医护人员替民众抽血，才拢要送到检验单位。血药伫进行血清分离后，透过瑞士国际药厂研发，已经伫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大规模使用的试剂，检测血药中敢是存在新冠病毒抗体。的名册之后，收到个案名册之后，就会分给我们卫生局的同仁。检测对象是中法官1万名特定族群，包括医疗照护、防疫人员、确诊个案、甲接触者、地处检疫者、地处关怀者、长照据点长者、甲工作人员。试剂费用由台大公卫学院负担。外界支持万人体检的意义甲价值，台大公卫学院院长詹中宽表示，这毋是普胎。血清抗体体检，除了要了解过去社区新冠病毒感染现况，评估无同暴露条件之下的感染风险，提供新冠病毒疫苗治疗方法甲参考方向，未来作为精准防疫决策的科学依据。那这个抗体的量多少非常重要，它在身上的抗体会多久？也会影响到说疫苗打下去会持续多久。要打疫苗之前，一定要了解盛行的状况哈，所以这个是当然很有帮忙。对这款的体检，被列为对象的医护人员，有人认同配合，也不过也有人烦恼被标签化。如果说可以这样，对社会还有一点点贡献，我们当然很乐意啊。这样也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过。我们不强迫。也不是很鼓励，所有的结果最后是对整个台湾防疫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们不希望出来的结果是造成民众的恐慌。万人采检计划，中法官卫生局将分配通知符合要件的对象，因为无强制力，受测的对象会当拒绝。医护人员将伫6月底都会当完成，其他4大族群是预计9月底完成。留下病学分析结果将会当作为未来疫病的公费政策依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本地6月被开幕，却因为疫情关系，迁到9月去啊。台北市议会在今日进行市政总质询，议员也真关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进度。头一任的董事长也是资深音乐创作者的黄韵玲，在今日也上台质询。叫您黄董事长很不习惯哦，叫小林老师比较习惯。资深音乐人黄韵玲出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以来，头一摆站上市议会质询台，针对议员关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筹备进度，黄韵玲表示，原定6月开幕，确定延迟到9月初5开幕。其他歌手的档期受疫情影响有无变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歌手的档期其实都一直换来换去。那现在我们也一直都跟这个主办单位，我们也一直在协调当中。
黄文亮表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将伫8月会进行压力测试场馆的座位区甲摇滚区，预计会当容纳5000人。也毋过因为离最近的集运站还有7到10分钟的用行时间，场馆周边的停车甲交通会是一个大考验。最近会继续拜会地方来协调。我们就是一直在拜会各个单位，也希望能够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那我们目前还是以能够用那个大众的运输工具，然后来做一个宣导。黄文亮表示，伫9月初5开幕活动，会是连接无共音乐色彩的形式。伊讲家己拄上任也咧学习，要先回音乐产业甲政策的沟通管道，也希望会当扶持少年就业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国疫情。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美国，因为确诊病例也超过200万人啊，而且感染人数也一再伫咧增加。包括华府地区的国民兵也是有人染病。就算安尼，因为总统川普依然是继续要走竞选活动。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初10确诊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例，死亡人数有112833例。各州的疫情严重程度是无啥共款，比如讲纽约的情形就明显有较转好。咱若另外21个州病例有增加，亲像亚利桑那州恶化的情形，就互人感觉真烦恼。因的同情加护病房已经用超过70%。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有的州确诊的数据增加，是因为体检量提升。另外，美国国民警卫局初到证实，5月31到6月初7之间，伫咧华府附近执行任务的国民兵，已经有袂少人患着新型冠状病毒。当局认为讲，真有可能是伫咧街仔路感染的，因为因咧出动进前拢有采检过。国民警卫局并无公布确诊的数据，不过美国官员甲美联社讲，因认为这个数字无济，除了1300个伫咧华府的国民兵，还佫有要4000个为别州调度去支援的国民兵。不过因拢已经转去处理啦，也因目前健康的状况，嘛是互人真烦恼。目前疫情已经真严重，总统川普也是伫咧初10宣布，要伫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4个州恢复竞选造势的活动。We're going to be starting our rallies. We'll be in Oklahoma, in Tulsa, Oklahoma. A beautiful new venue, brand new, and they're looking forward to it. They've done a great job with COVID.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的表现因为处理疫情、甲全美国发种族歧视的示威等等，小连续受到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初8引用上新的民调指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支持率是50%。也若想要连任的川普，恐惊是无遐尼简单。目前加州大道啊改禁，迪士尼宣布，按算7月份开始分阶段重新启动。伫咧美国的另外一个园区奥兰多迪士尼，嘛按算差不多伫咧同一个时间开放。另外，当年伫咧加州举行的3天至6天的科切拉音乐节，原本拢伫咧4月份举行，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10月份。不而过，因为主办单位对疫情也是有顾虑，所以进一步取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日前发生弗洛伊德事件，所引起全国抗争。初10伊的小弟出席国会听证会，呼吁国会就要推动警务改革，莫互伊阿兄白白枉死。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乔治·弗洛伊德落葬的第2天，伊的弟弟菲洛尼斯就去联邦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感性作证，呼吁国会就要随推杀改革。I'm here to ask you to make it stop. Stop the pain. Stop us from being tired. George called for help and he was ignored. Please listen to the call I'm making to you now. Hold them accountable when they do something wrong. Teach them what it means to treat people with empathy and respect. 菲洛尼斯感叹乌人的命，今日打咧弗洛伊德向怀疑使用20块的计票美金是真无价值。伫咧回应主席纳德勒对白人警察主嫌舒凡用脚头乌压制弗洛伊德8分46秒的看法的时阵，菲洛尼斯认为这是调工的。I think it was personal because they worked at the same place. So for him to do something like that, it had to be premeditated, and he wanted to do that. And intentional. Yes, sir. 明尼亚波利斯市的议会宣誓要改善甲重建警察部門了後，警察局長堅定展現改革的決心，直接提出勢力真大的警察工會協商的新合約，要求因來停止暗砍有問題的警察。I am immediately withdrawing from the contra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Minneapolis Police Federation. I plan to bring in subject matter experience and advisors to conduct a thorough review of how the contract can be restructured to provide greater community transparency and more flexibility for true reform.
弗洛伊德死亡引起全美国的回响，变做总统大选的焦点议题之一。民主党已经伫国会提出改革案，内容包括限缩保护警察唔免受到民事诉讼的有效豁免权，得到部分共和党籍的议员答应要合作。那川普无认同，计划伫最近以来会用行政命令伫整组甲警察执法的问题顶悬采取行动。若是减少警局的经费，川普甲拜登是拢无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引起众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声音，连带也影响到影音媒体。连 HBO Max 影音平台也加一出正经典的电影《乱世佳人》暂时落架。1939年发行，描写南北战争题材的电影《乱世佳人》是美国史上上卖座的电影，捌摕到奥斯卡10项大奖。侯斯嘉甲白瑞德的爱情故事成为经典，也毋过因为剧中描写黑人安心地努力生活，学了南方白人甲跳楼制度，引起争议。HBO Max 影音串流网站查到暂时将影片落架，母公司华纳媒体发出声明，表示《乱世佳人》是旧时代产物，剧中讲的捌事件的种族主义偏见，无论伫当时还是即马，拢是毋对的。So it's certainly not the type of image, not the type of message that one wants to circulate when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biggest urban unrest since probably the late 1960s around America's enduring problems with race. 当年伫《乱世佳人》中扮演中部尼姆角色的女演员麦克丹尼尔，成为史上第一个得到奥斯卡提名得奖的非裔女演员。也毋过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奥斯卡没限制短片奖节伫后壁壁角。华纳落架《乱世佳人》加登港才是麦克丹尼尔125岁名单。Studios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I don't want to see a plethora of resistance films a year from now, where, there's some interracial couple finds love at a protest or some crap. I think there are much deeper stories that need to be told. 华纳表示，未来伫家己历史背景的讨论了后，会互《乱世佳人》重新上架，未对电影原貌有任何的变动。也毋过有真侪观众已经等袂赴，是上亚马逊网站买《乱世佳人》DVD 收藏。《乱世佳人》遂成为这礼拜销上好的电视节目甲电影项目的第一名。伫这个同时，派拉蒙频道也宣布，1989年起已经播出32季的警察执法实境节目《Cops》将永久停播。这个节目伫全美国各地带着警察车巡逻，迄直行过程，也毋过定被批评美化警察甲扭曲种族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前总统朴槿惠的姊妹阿判崔顺实干涉政权案件，最高法院伫11驳回上诉，依次受理高等法院的判决，判崔顺实爱关18年，也罚伊罚金，大约是台票4.9亿。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好朋友干涉政治的案件出现上新的进度，最高法院11依次受理高等法院的判决定宪。朴槿惠的好朋友崔顺实，被判18年有期徒刑，而且罚200亿韩元的罚金，差不多台票4.9亿。2016年，南韩媒体报道，迄当阵的总统朴槿惠，和伊的好朋友崔顺实看200多份政府的文件，甚至修改公告，引发亲信干政的风暴。2017年3月份，朴槿惠被单核落台，了后就随被逮捕，而且以食钱、甲乌白使用职权等等几啊个罪名来起诉。崔顺实是去互控诉讲，伊威胁财团捐款去家己的基金会，而且甲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收乌洗的钱。这是崔顺实第2届上诉去最高法院。2019年8月份，迄当阵的最高法院认定审理的过程当中有重大，裁定专案退回受理高等法院重新审理。今年2月，受理高等法院判崔顺实18年，这届最高法院驳回崔顺实的上诉，而且判决定宪，比顶届被判20年的刑期要减2年。 국민 여러분께 심려를 끼치고 놀라고 마음 아프게 해드린 점에 대해 송구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국민 여러분께 깊이 사과드립니다. 那南韩前总统朴槿惠是伫咧2个案件二审当中，是被判25年到5年的有期徒刑。不过，同款嘛是予最高法院撤销，目前发展去受理高等法院更审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美军第7舰队的飞弹驱逐舰11个再出现在台湾北部海域，而且是向马祖的方向开去。美国海军宣布讲，有2隻军舰车备启动亚太巡航，会向印度太平洋地区。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头摆伫西太平洋同时间部署2隻航空母舰。那甲伫咧菲律宾海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算在内，这3隻航空母舰敢有机会伫咧西太平洋实行军事演练咧，也引起众人的关注。美国太平洋舰队车到伫人民车主动发布，包括罗斯福号、雷军号、尼米兹号，总共3隻航空母舰打击群，拢伫咧太平洋海域进行对抗大流行病的训练。雷军号原本驻守伫咧日本横须贺基地，车备出港，航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执行春季巡逻的任务。美军司令官强调讲，这个机动是要阻止侵略性的行为，加强地区安定。尼米兹号嘛伫咧同一天离开圣地亚哥堡港，会部署伫咧西太平洋，外界高度关心，因为这是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头一届伫咧西太平洋部署2个航母打击群。因为疫情可能在太平洋上，美国海军的一个部署包括航舰打击群部署出现短暂的战力的间隙的状况。那最重要还是它的后面的象征的政治的意义，就是说，美国是有能力、有意愿作为一个扮演区域稳定和平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力量。若是3隻航母较有可能伫咧西太地区做回军演，李台中表示，必须要看疫情的发展。美军想要维持西太平洋顶悬的第1强权，部署伫咧美军第7舰队的伯克级先端飞弹驱逐舰佩拉尔塔号，早已出现伫咧台湾北部的东海海域，向马祖的所在去。另外，日本防卫省通下幕僚干部伫咧推特写，针对外国飞行机出现伫鄂霍次克海甲东海可能侵犯领空，自卫队紧急应应，而且搁附相片。自卫队军官伫咧监控机无头前下指令，毋过监控的范围所包括台湾，嘛引起无共的想法。鼻头角以东的海域以及鹅銮鼻以南的巴士海峡，所以我们台湾同时掌握了解放军向东的2个重要的孔道，所以我们在印太战略这个部分占有相对重要的一个角色。卢雷斯表示，日本会当透过乌那国岛的雷达站掌握到鱼台，台湾东北部甲东部的海空目标，嘛指出台湾伫咧印太战略是真重要的角色。中共解放军若是要出兵太平洋，除了选择透过日本宫古海峡。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入去皮头甲以东的海域，或者是鹅銮鼻以南的巴士海峡，这嘛互台湾的战略地位是真重要。美国甲日本拢真注重。记者综合报道。捷克的参议长维特奇8月底特别访问台湾，另外一位同款是化水会跟动的参议员德拉霍斯也宣布10月要访问台湾。这个行动虽引起中国不满，连捷克的外交部长也反对参议长来访问台湾，也要求因爱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捷克政府刻画中国却无经济效益，甚至引起民众反感。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受到立法院长尤锡坤的邀请，无顾到北京反对，将伫8月底访问台湾。这将是有史以来访台战绩上悬的捷克官员。捷克民众甚至送有中华民国甲捷克国旗的纪念歌，祝福访台顺利。今麦也传出北京选总统的捷克参议员德拉霍斯10月嘛要来成为第2位计划访台的捷克当量级人物，彰显捷克他在自由、民主、人权各方面价值观跟台湾的一个深刻的共鸣。捷克参议院前议长科加洛原定2月访问台湾，后来因为心脏病发突然死亡。被押出中国大使馆，麦是阿坚国若讲访台会付出代价。即马维特奇宣布访台，捷克外交部长也表态反对，讲爱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和捷克内部的中台关系受到关注。只是近来捷克关中的情绪早有现象，除了布拉格市长甲台北结做姊妹市，采购更有民众上街抗议现任总统期满立场受亲中。大家认为捷克人如果没有办法去坚守这个价值，只会数钱的话，他认为有一天会发现捷克什么都没有，也反映出了捷克人民心中殷切的一个盼望。期迈改变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时期以来自由民主政治的传统，而且期迈政府亲北京政策，若无为捷克带来有机的中资甲经济效益，颠倒伫国际上建设中国“一带一路”前进投资东欧，更加被批评投资不足，今嘛无论拢不满，未登到哈维尔时期。这是新冠疫情之后所
激起了这个欧洲国家、美国对中国的反中联盟的一个态势的出现。在捷克，他们在安全上面是很依赖北约跟美国的。东欧国家开始转向亲美，罗马尼亚也停止甲中国的协定厂计划谈判，拢是反中的信号。何况根据捷克投资发展局的资料，台湾2003年到2016年投资捷克总金额大约10亿美金，甲中国的数据差不多。捷克转向台湾其实并无损失，不过学者也提醒，在这目前并无邦交，参议长访台也是爱看实际合作的内容，才会当讲真正对台湾有利。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日前公布5月出口表现，说法警讲表现真歹，其中对东协国家出口是落真济，这过到5月出口金额只占全部出口的15.9%，是这10年来上界低纪录。有学者分析讲，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甲疫情影响，不只是台湾，是全世界拢受到影响。总统蔡英文2016年就任了后，积极推销新南向政策，扩大对东协投资，嘛有真侪台商去设厂。不过最近这几年表现无好，尤其是台湾对东协出口的表现。财政部公布的今年5月份，台湾对东协国家出口的金额有38.2亿，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是衰退17.9%，创4年半以来降的幅度上大。若是1月份到5月份的出口金额，总计超是207.77亿，超占整体出口的15.9%，嘛创要10年以来上低。日本、韩国等等呢，对东协的出口也同样面临衰退。即在未来疫情如果慢慢趋缓之后，东南亚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市场。国务局强调，讲对东协国家出口衰退，不是干那台湾孤一个国家尔，是整体影响。亚洲4科维亚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对东协的出口嘛，拢大幅降低。学者分析，其实早伫美中贸易战发生了后，去年开始对东协的出口就开始衰退，再加上疫情的冲击，出口衰退幅度才扩大。这些国家里面内部的限制措施，所以很多工厂根本就没有运作，这不是台湾单独的问题。为着要救出口，外贸协会对回电产业解放开始拼经济。国内的展览刚刚提过有50多档，这50多档都可以创造相当多的内需的经济效益。贸易协会强调，讲到7月份了后，国内大型展览就会开始小连续举办。若是国外客户，因为边境管制还未放令，是会透过线顶展览的方式来参加。线顶线会总计超过100场，希望会当甲订单冲复悬，提升出口金额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香港。香港反送中运动也到达已经超过1年啊！因所唱的歌曲《愿永光归香港》，未来恐怕是袂当伫香港的校园内面唱咯。香港的教育局长在今日认定讲，《愿永光归香港》是政治宣传歌曲，袂当伫校园内面出现。而且这礼拜香港的中学生也要发起反对国安法罢工罢课公投。因香港的教育局长，搁在发文予全香港中学以下学校是禁止老师甲学生参与的。香港百货商场人是客甲吵，大家举手机啊，做伙唱《愿永光归香港》这条歌。这是去年9月份香港反送中的画面。这条歌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内底真正听到的抗争歌曲，甚至互做是香港地下国歌。不过，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表示，这条歌是属于政治宣传的歌曲，袂当伫学校内底出现。不过，若唱一《爱基本法》这條歌是屬於法治教育，就會當伫學校內底唱。都一起遵守它，以力勁保護它，多加一把。我哋反對任何政治嘅活動帶到入校園裏邊咧。我哋反對任何形式嘅罷課啦。面對北京推動香港版國安法，香港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會伫6月14發起罷工罷課的公投。針對這點，楊潤雄車站也發函，予全香港的中小學校長，要求學校愛甲學生解說國安法是並無影響香港人的權利甲自由，而且禁止老師甲學生參與罷工罷課的公投，嘛要求學校愛採取行動。楊潤雄強調，香港法律並無公投的法律效力，公投是無意義的。有香港議員就質疑講，伊的學生支持國安法，煞袂當質疑，根本就是反公平教育。呢封信，教育局有一個好強烈嘅傾向，係規定學校只能唱好，不能呢係質疑。學校並冇責任去為政府解釋政策。政府必須準備就緒，我要有乜嘢嘅人手去處理乜嘢嘅工作嘅。
呢一個準備工作咧，必須喺而家去做嘅。11下晡，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國安法的條文還佫佇咧擬定，不過特區政府有責任履行國安法的條例。目前國安法條文草案還未完成，不過執法的機關要是愛先甲骹手傳互到，按算會佇咧警務處下骹設專職部門來執法。記者綜合報道。發生在2000年的台南歸仁鄉死命案，本地被判9擺死刑的謝志宏，險險就要喊冤白色路，卻因為檢方發現新的事情，聲稱再審，這官司也得填19年之久。台南高分院伫5月15改判無罪，檢方也無擱再上訴，專案就此結束，謝志宏也得到無罪平反。向台南高分院局長感謝司法函清白。41歲謝志宏因為被指控涉及2000年的台南歸仁鄉死命案，一二審被判9擺死刑，8年前定案。不過因為台南高分檢發現專案也有新事情，聲請再審，今年5月獲判無罪。過因為檢辯雙方無個上訴，專案伫6月11定案。感謝這個法院跟這個檢察官秉持這個公正跟客觀的態度來看這個案件他很仔細的從頭到尾去檢視了這個刑案現場，那發現了這個郭俊偉的這個講法都跟這個他的檢驗的事證都不吻合，那法醫也贊同。謝志宏的律師指出，2018年檢察官中提一份謝志宏接受警方偵訊證的手寫稿，推翻閉路認罪自白的效力。更加找來鑑識專家證明另外一位被告郭俊偉的強勢康旁成為案件的平反關鍵。一方面太感慨了就是說他的家人為他奔波了這麼多年了，感謝這個救援的團體冤案的部分當然會有刑事補償的問題，那這個部分我們律師團會幫他在演繹該怎麼樣幫他主張。為案發期間到起碼將近7300工，總算得到平反。律師表示，後續將開會研商，向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提出刑事補償申請。謝志宏也經過律師向外界表達感謝，無聽到這句話也佫可以當代表被釋放了後，規人攏放開的心情。記者綜合報道。新竹市某一間國中的棒球隊日前發生學長甲學弟抄大案件，經過市政府的調查，認定學校管教不周，除了教育處長施一留台以外，也宣布棒球隊解散。不過被害人的家屬家立委是出來發聲，要求愛公開真相，唔是解散棒球隊。新竹市一間高中棒球隊技術爆出學長對學弟不屬軌的案件，經治市府做出處罰，並且決定解散球隊。不過被害者家屬表示，無論啥物人被記過還是處罰，只要無查明真相，就無法度真正解決問題。而且解散棒球隊的決議，顛倒予因為受害者的家屬，可能變成予其他球員無法度繼續拍球的加害者。希望市府唔通解散球隊。大人犯錯不是小孩來承擔，我弟弟已經被剝奪他的棒球夢想，請你不要再剝奪其他棒球隊曾經是我弟弟的同學那些人的夢想。碰到這樣的管理疏失的時候，我們更重要的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就把球隊給解散掉。過去捌擔任這間高中棒球隊的前教練指出，突然解散棒球隊，對於這個平常有棒球夢的學生來講，實在無公平。他就是要來追尋棒球夢，他才會來讀體育班來打棒球。那你這樣無緣無故沒有他們的事，你直接喊一個解散，那他們的夢想誰來替他們完成？建立一個更完整的一個棒球隊，甚至體育班的管理，還有教練的一個平和的一個相關制度之後呢，當然能夠讓這個球隊未來可以朝向重新組隊。市府回應，犯咗事件造成標籤化，影響到學生，所以不得已做出解散球隊的處理。針對於原球隊學生，市府甲學校攏表示尊重囡仔意願，後續協助安排監視留佇原校，也是輔導轉學到其他球隊，以維護學生拍球的權益。未來也不排除重組球隊。記者綜合報道。潮港科技界管理學院無張田宣布講，對8月開始被停止招生、停止辦學。潮港學生也組成自救會，抗議2擺了後，教育部採用會嚴格審查來做回應。在今仔日下晡，就40多位學生去到教育部陳情，教育部也答應講，只要有學生想要讀到畢業，就袂核定停辦的計劃。救救到江的學生，拜託，求求你們，真的！道江管理學院家長的代表
雄雄跪落去涂骹，讲话是讲甲后甜。原本想讲，互因后生留伫咧家己读册，伫咧岛江嘛会当学到物件。毋过学校煞雄雄讲要停办。道江口口声声说是教育部导致道江要停办。我请问教育部，你是保障学生的受教权，还是保障学校董事会的利益？后生的未来要安怎？全学校1700多个学生要安怎？学生自救会40多个成员，伫咧教育部外口一直化工驳回停办，甲解散董事会接管岛江的诉求。想了很多法子来逼学生离开，从讯息到进度的隐瞒，从欺骗到对学生的分化，甚至是威胁。这个时阵原本爱摕到的注册单，学校无发，去教校才发现根本就无上课。学生控诉学校违法私自停办，要求教育部莫阁用严格审查的理由来应付。也若出面接受真正的高教司副司长杨学正强调讲，12会去学校甲全体教职员工，还阁有学生代表座谈，检核停办计划敢是真实的。毋过学生要是真不满，也若高教工会干部是要求教育部爱直接互因一个交代。依法会进行审理，好，那只要学生有愿意就不会核定嘛，对不对？就不会核定，是不是？存在嘛，那当然就不会停办。杨学正答应讲，只要有学生想要伫咧原本的学校毕业，就要核定停办的计划，而且会赶紧发公文，要求学校这边都要正常办学。也若自救会认为讲已经达到阶段性的目标，所以会取消伫教育部外口过暝的抗争，而且因嘛伫咧互相加油的声音当中，结束2点钟的真情。记者综合报道。政府风声讲，台北市文化局打算在明年3月取消街头艺人的证照，会改做登记制。有一寡街头艺人感觉真无公平，认为日后的竞争会愈来愈激烈。甲精彩表演艺术表现伫咧街仔路景点等等的场合，这是街头艺人的事项。过去70多年以来，想要做街头艺人，一般拢需要考证照。啊，毋过台北市文化局按算伫咧明年3月份废除考照的制度，改换登记制。台南、基隆也都陆续有实施登记制，就是在做草案的研拟之外，也会有一个接受登记的一个平台。那就看各场地主管机关会不会针对他场地的一些条件，然后还有针对展演的类型去做一些规范。以台北市来看，实施升级制度15天，目前总共有965组的街头艺人，会当伫咧236个展演点提供表演。最近这几年嘛，因为报名考试的人收济，录取率较低，常常引起争议。有部分考照过的街头艺人认为讲登记制无公平，啊，毋过有学者认为讲表演艺术的考照机制本质上都无啥合理，而且市场机制会家己甲无适合的人淘汰。需要考照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点荒谬啊，标准也不知道在哪里，这已经违背了就是自由艺术的一个精神。如果说要去控管的话，应该是让这个市场本身去控管，表演不怎么样的人没有反应，那自然他就会被淘汰掉。我们应该去考虑表演者跟民众的公共安全，由这个东西下去着手，会希望政府想办法去推动可以比较低价的保费，街头艺人可以去用小额的去支付这个东西，可能蛋黄区它相对要有，他们希望推广的一些蛋白区，那可能保费比较低。街头艺术文化发展协会指出，表演的安全性才是审批的重点，建议相关单位会当调整无共丢弃的公共意外险的规范，来自去未来修法的考虑，让表演者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经过3年的筹备，改编自小说《咖喱花》的历史戏剧，在今仔日宣布讲要把戏剧名称换做《苏卡洛》。导演周水源表示，这是为着要尊重部落的族人，也因为咖喱这个名词是英国统治者看见高平地区原住民的称呼，也期待这出戏剧会当让观众朋友了解这块凄厉养丽的土地。正式定名为斯卡罗。甲红布条掀开，顶冠是写苏卡罗3个字，而且佫有8部全花草甲武器的造型。筹备3档，由金钟导演周水源来翕的公司历史戏剧，宣布正式甲戏剧的名拄咖喱花改换号做苏卡罗。当我们听到傀儡花，一些部分的原住民认为它有一种贬义他们之意，我们就想着要去把它更名，让大家又彼此更进一步的尊重，更进一步的了解彼此。
这出戏剧《苏卡罗》是改编为陈耀昌医师原本的作品《咖喱花》，以1867年台湾发生的罗美好事件做故事背景，描写原住民、闽南客家人甲西方国家等等真侪族群造成的冲突。毋过戏剧原本的名号做《咖喱花》，毋过剧组发现“咖喱”两字是迄当阵统治者轻视高滨地区原住民所号的名。部落族人对这个字有无好的感受，所以经过陈耀昌医师同意了后，决定启动改名计划，甲族群和解共生。我等于是不用多元族群，跟多元这个文化，跟多元，特别是多元史观，就是说我这个描写的是原住民的历史，然后用原住民的史观来讲这一段历史。公司甲剧组邀请各方的建议，先收集剧名，再互观众来投票。落尾苏卡罗得到2243票是第一名，若是苏卡罗嘛代表各族群部落还有文化融合。导演周水源嘛表示，期待透过新的剧名，互观众重新入目这段属于台湾的关键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林事务三轮国小的吴婉容，靠着有限的资源，学习到真侪代志。今年也得到家父中心全国自强儿童的奖项。咱做伙来看伊的故事。不管是文品啊、跳舞，或者是练武功，读婚林关四号乡三轮国小5年的吴婉容，伊毋但会晓真侪才艺，伫咧学校的成绩也真好。我最喜欢的都是第一，我喜欢跟音乐有关的东西。武术嘞？武术也很喜欢，可是在练习的时候会比较困难，然后也会比较累。家父中心的副主委替吴婉容甲红布条、甲起立颁全国自强儿童奖予伊。伫咧边仔陪伊领奖的阿公阿嬷已经80几岁啊，讲起这个友好的查某孙，因的心内是拢真唔甘。因妈妈伫台北，照顾因爸爸，所以伊从细汉出世，阮两个人老伙仔就甲伊做厝的看上，教伊东教伊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有毅力不拔，努力向学。不但树德兼修，而且还引文引武。吴婉容的阿嬷讲，因为吴婉容的爸爸身体歹，伊妈妈伫咧台北是靠做线工来照顾翁婿，所以吴婉容自出世拢踮伫咧四湖乡，由因两个老翁公婆仔来带。毋过吴婉容真捌代志，毋但会晓替小妹泡牛奶粉、洗身躯，佮会晓做蚵仔干，加减甲厝的斗3天。即阵得到全国自强儿童这份光彩，吴婉容讲，伊真感谢各界对伊的帮赞，伊爱继续加油，莫互厝内的人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环境科学家利用无人机在半空中翕照具盘线，要去类温岛做相生的画面。这也是学者头一摆用更加安全而且更加准的技术来做统计。那些个海面有真清白只的海龟，准备要收起北边的海沙堡生卵。澳洲昆士兰科学家头一届使用空翕的技术来研究特别济种的物种石龟。这才发现，石龟实际数量比过去传统的算法加倍1.73倍。这是澳洲类温岛伫咧大堡礁的边界，是世界上上大的石龟生态地。研究人员过去清点这的石龟数量，拢是趁石龟来海沙堡做收生卵的时阵，伫因身躯擦无到会当扬起的白色原料。毋过，若是拄到天气无好，研究人员出现视觉侦测，都有可能互数据无准。去年12月份，伫咧海龟生卵的季节，透过无人机，用更较简单、更较安全，而且更较准的方式来记录海龟的数据。查到公布的空翕画面，发现要甲64000只强要济种的海龟准备上花，场面是真壮观。真壮观的海底生物画面，还有这只海蛤。加拿大魁北克县蒙特罗的圣劳伦斯河，伫咧当地时间查到出现这只长9.5公尺、12吨重的海蛤，毋过却已经死亡。其实伫咧5月底，这只海蛤就已经去互当地的民众发现出现伫咧同一片水域，毋过过无几礼拜，这只海蛤却一直无回去400公里远的生态地。来支援钓海洋行动的专家指出，这只海蛤真健康，怀疑讲可能是甲来往的货船烧落，才会不幸来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甲观众朋友报告天气的问题。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热带气流，可能在这2天会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无定着会变作今年第2个风台，应当号名做英哥。不过气象局表示讲，热带气流的路线未直接为咱台湾来。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跟的时间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网仔哥哥啦。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网。网汉字写作网，罗马字写作保安网。网本条是第2条，古早嘛有人读作网。网仔家族内底就有一寡名声歹，佫会胃病歹亲情，亲像厝网仔内面会画日本老店的三班家文，会画天高节的白线斑纹、埃及斑纹。斑纹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花骹网。家文嘛有人讲是厝网仔。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若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尾，嘛有人叫伊乌须网仔，也是乌金光。明明就毋是网仔，煞号一个网仔的名，拍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家布地，饲网仔，树人火。佫会为着天高节，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网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洗蛤仔虫，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俗语讲，洗蛤仔虫死了变无网，甲网仔囝活的空间清掉，自然因就无法度生存。变那读做变，变无网。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寡甲网仔有关系的物件，嘛会直接用网仔号名，像太网仔的网仔水，分尸网仔的网仔香，阁有赶网的网术啦。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网术啦。伫天顶咧行，所以野网术啊行云顶，就是咧讲人毋捌实务，干那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毋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网仔脚踢着，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网，
来甲人讲卖想搞话。溜蠓、乌尾、水蛆、野蠓雪啊行云顶，互蠓仔脚踢着，点点较无蠓。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搞积水的脚桶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